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这是行政院上新的统计，台湾的男性甲女性平均结婚的年龄已经超过30岁，分别来到32.3岁甲30.3岁。专科的医师讲，晚婚会错过生囝上好的时机，所以鼓励少年人若有计划要来结婚生囝，上好是赶年的30岁进前来完成。网红可可伫记者会中讲，26岁结婚后，伊就开始展开做人的计划，最后依然是透过试讲，才伫31岁生一个查某囝。原因就是未调胎，建议有意思要结婚生囝的民众要提早检查。可是如果30岁以上的话，就是真的建议就是婚前，如果你们要先沟通好，万一没有孩子这件事情，会不会对你们夫妻造成什么影响？依照行政院统计，台湾男女平均结婚年岁伫去年已经超过30岁，男性更加是超过32岁。那较晚结婚会错过上好的怀孕时间，差不多是25岁到30岁。尤其女性30岁后，平均卵的数量已经较无巅峰时期的5%。因为你在年纪大的状况，卵子年纪越来越大，所以有可能卵子分化异常，这就是会造成所谓的唐氏的那个可能性的原因的发生。所以说，其实，在怀孕的过程中，大家都认为建议时间要趁早一些，这样子才会避免一些像是高龄产妇的一些状况啊。医生表示讲，超过35岁，半年来无法度有身，安尼就是当作未生，上好量早去病院检查。